去年，荷兰合作是奥林匹克阿古麦日本塔吉巴纳高等学校文乐部，受到邀请来到咱的双色大会来演出，大受欢迎。今年伊嘛搁再来台湾演出，甲台北、高雄的学生来交流。文化总会嘛，甲这个过程拢拍做纪录片。 大家活泼的脚步展现青春活力，心情一丝感觉是最好。因就是互人叫做感觉是恶魔的日本塔吉巴纳高校吹奏部，因伫咧12月初9受中华文化总会的邀请来台湾一礼拜，伫高雄、台北各地头和学校演出。文总甲协作纪录片内底嘛记录着因参与台北第一女中120周年校庆的交流演出，学生之間嘛變做好朋友。本当に国境を越えての友達が作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ず嬉しかったのとやっぱり同じパフォーマンスをするものとしてやっぱり一緒に頑張ってい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を感じれたので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です。 去年塔吉巴纳高校吹奏部受邀请来咱的双十大地演出，表演真精彩。这些民众看甲真感动，嘛变做因的迷将。可惜迄阵因为疫情无法到世界去体验台湾文化。今年中华文化总会和民间企业主动出来，搁一届甲因邀请来体会台湾人的热情。其实伊要来进前吼，都列一个清单呐。 啊，食的部分就差不多要20项，吼，啊，要去的景点嘛，10几个所在。啊，虽然讲无去夜市啊，吼，啊，不过饭店内面吼布置成夜市的样子，啊，也真的把台湾很道地的这个小吃吼，这个整理起来吼，让他们体验这个台湾这个雅气的这个氛围啊。 塔吉巴纳吹奏部12月14伫国家音乐厅办音乐会，代表电视的学生讲，因非常感谢会当伫台湾演出，侪人目屎甘目甜。文总表示，伫咧交流的过程中间，看到学生互相约束以后，要搁见面，透过这届嘛愈深化台日的友谊，因原来非常感动。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